山阴才女李素琴，风烟不醒落风尘，温馨银翘首怀绝意，才保全情脉深。双关奇书写情文，只能知三两银，三两银。我所铭记成三两，情牢不朽一枝春，情牢不朽一枝春，一枝春。各位客官，三两姑娘还在睡觉呢。姑娘们啊，请当守着啊！姑娘们，来，真是来啊！弟弟。
姐姐，你讲我的事我都要会啦。好，再问你，你为什么要读书？又不做，不争气，人不要，不自理呀。读了书才会懂道理。姐姐，我说的对吗？爹病了，还连夜做文写字，这姐再问你，什么叫富贵？不取于人为自富，不缺于人为自贵，这是空中之理说的。那穷则多算其身，怎样解释？这是说人穷也要穷得于国去，哪怕再穷也不能做坏事。姐姐，我说的对吗？那大则金算天下是什么意思？人要是发达了，做了官，就要为一方百姓办好事；做了大官，就要为天下百姓办好事。弟弟，也一自用，也了还要做到。弟弟，爹是个穷教书先生，娘与死得早，你一定要争气呀。姐姐，是你与做鸡，与当娘，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大，教我读书写字，你的恩情永记不忘。姐，将来我怎样报答你才好呢？你不是杀过了吗？将来做了官，为百姓办好事，一件坏事也不做，这就是对自最好的报答。你是我的好先生，好姐姐，姐姐，好弟弟。姐姐，喝参汤吧。我喝不下。姑娘，这些天你连日接待贵客，饮食鲜食，也给你累的了，我喝不下。妈妈，姑娘，自从你进了富春园，这3年来，我这妈妈对你可是格外开恩啊！一不打，二不骂，三不强迫你收拢接客，有着你呀，在书房里读书写字，这3年供了你多少衣衫饭食，花了我多少笔墨纸张，如今你一举成名，身价8倍，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呀？国所分离，郁郁山在，4年之前，长期心怀。还在思念你那个亲弟弟呀？好吧，谁有南边来的客人啊？我托他们替你寻访寻访啊！多谢妈妈，女儿还与一时相聚。什么事？你快说。今日适逢初一，女儿又往湖区时烧香拜访，一来保佑弟弟平安，二嘛上路想去看看老夫当年教书的牙关，表表女儿对先父的悼念之心。好，出门拜拜菩萨，也可散散罪心。小香，吩咐下去，叫姑娘备茶。是，多谢妈妈。
寄苍鹰，黄芦苦作鸟在声，不去山下举鸟关远残壁关梦尘，关远残壁关梦尘。身自处，心本善，心相近，习相远，身自处，心本善，心姑娘，生死不能复生，可以勿用，林子已经付清，你呀，跟我走吧，啊！不买鸡鸡，不买鸡鸡，要买去买我鸡鸡。这200两卖身银子，你拿好，100两作为弟弟丧葬之用，还有100两留给你，回到家乡省吃俭用，好好读书。姐姐，你以为我到哪里去找你呢？不知道，只要弟弟与插头之上，为姐已经放心了。弟弟，这3卷周易古今，历史之本，乃是传家之宝，你要好好保证。姐姐，我会保证好的。今世上，我与姐姐用梅花酸体写的父亲的遗言，你念记起起天天。就是70岁，家父做后代，一言做儿女，今生永是爱。弟弟，父亲的遗训，你一定要铭记在心。哎呀，时候不早了，快走吧，走。弟弟，走了，作为大哥，我弟弟拜托你们。是，好了，快走吧，快走！哎呀，快走呀！走，快走！快走！要用功的走，快走！委屈吧，委屈吧。万金。
何时尽？苦莫人能共尘，何时月圆人团聚？几地欢笑许中心。姐姐，时候不早，该回去了。小姐，你去看看，里面谁在读诗？姐姐，快来！姐姐，原来是个小偷吧？喂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读书。你读什么书？我读的是《论语》。这里原来是个月光，听说还有一个很好的教书先生呢。你见过那教书先生吗？可惜那先生死了，月光也荒芜了。我想读书，也没人教了。看你饭都没得吃，还读什么书？读书比吃饭更要紧。小偷吧，还想穷出头。古人说：“朝为点水郎，暮登天之堂。将相本无中，暖儿当自强。”你知道吗？人穷也要穷得与志向嘛。呀。我叫郑奎。你的爹娘呢？都死了。那你还想读书吗？我找个地方让你安心读书，好吗？你是谁？我就是你说过的那个教书先生的女儿。啊，真的吗？跟
跟我走吧。跟我来。哦，走。小弟弟，小弟弟，你怎么了？看来是我昏了。快扶他上桥，上他手脚。哎呀，快！哎，好，快走。要见是陈三娘，一早出门去烧香，不见神为尊，等得老娘心发慌，匆匆追出门前有家不从为哪吒？怎么了啊？你为啥不入轿子啊？小香，哎，快扶他下桥。是小心，来，啊，一个小偷呗！快当心点。啊，知道了。哎呀，哎，不是小偷们进去啊！小心不是小偷们进去。姑娘，你这是出门烧香拜佛，怎么把一个小偷们弄到富城院里来了啊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嘛？妈妈，我已经同你说过了。说了也不行，叫小偷们立刻从富城院滚出去！姑娘走日在荒唐，青春水泪小花郎。富城院不是孤儿院，赏花蕾不是几米穿堂。老娘掌管富城院，岂用姑娘的是智障？你说算是做智障，同病相怜成智障。可怜他父母双亡身已高，年纪七十苦泪郎。小城归城穷，志不穷，妻儿多是非心肠。我与心儿在身边请教养，指望他遇着一生成功良。我一生他为你的从天人，弟弟相关不自光。不是，老娘花钱买了你，你举子不隆重的祭，哪里的呀？什么你的不你的，快快关成小花郎。你何必谈大叫逞凶狂？女儿家身在手上心也刚，妈妈的厉害我早领教，不非是强的女儿在原谅。到底去不去去看啊？我花200两银子骂你进院，你管不去去看？你到底去不去啊？有娃好生，有娃好生。姑娘，你这一死，我200两银子不是泡汤了吗？啊！
妈，十几位客官来向三两姑娘就是现实了。哦，姑娘，小套房的事就由着你了啊！一天一天，月一天，年一年，月一年，饮醉醺。计较的曾花去月比灯艳，比灯艳。年事教会我自觉，也只苦读年莫穿，千年道破。月从天，月从天。去为国，传为情。他必自念必将明。举子纷纷把银囊赠，我也想赴死上京城，仰望高天，天人愿用铭记，一记去在教育恩，若比恩记心难丧。灵应伯爵一曾凝你的，姐姐，你的，姐姐，姐姐，请坐。你的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先别说，让姐姐猜一猜好吗？恩姐请讲。教父观察为门生，牙子同是为公民，眼底你好呀心从不，岂在欢事呀与尘。云长外杨儿在情，长外情，莫非你的不是上帝情？恩记彻夜自破心，小弟我怎为此事是人命？且在相依梦骄阳，恩记更比情记群。更何况恩记近来生不生，小弟我理当是风尘魂。
小李今生是害，逆中厮杀，我今生今世是我报答你的。死得于人，岂为多报？眼帝杀于插头自杀，只要不为富贵所缚，为官清正，不负黎民，为己也是心满意足了。姐姐，弟弟，快起来！姐姐，弟弟，为己也有一事求你。姐姐请讲。3年来，姐姐早些4年在宝地李凤鸣，你吃饭进京观考，全国举子举级竞争，望眼帝心放一下李凤鸣。姐姐放心，小弟一定仔细寻访李凤鸣。启禀长元爷，小弟当天到李凤鸣下落了，身在哪里？他也帮上于民，也已官放外地了。好，我这里有书信一封，速派查阅送往苏州，不得有误。是。糟了，一封信交给我，意乱心慌，想不到叫花子成了。常元郎，他一早来进城三两，他着他头上银子要来滚旁，得下水是先下水，面锣鼓身在两头是照亮。对，马车不样关院门，老娘我远追高飞。张大官人道：“张老看，他来做什么？”张大官人请。哎呦，张大官人啊！张局不来了。哎呀，是啊是啊，快请，快请快请啊！张大官人，请说。大官人，张局不来富春园，到哪里发展去了？还不是最暖长包做私人生意啊！哎呦，孙子哥真杰！老了，老了。老虽老，
像今朝外面走啊，里面好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我今日是有这份心思，特地上门求妈妈来了。哦，大官人有心事啊，你尽管说啊。妈妈，老汉今年60九，生意兴旺交代有，老来也该心肠轻薄，免得我年华成里再奔走。我心想有个姑娘做三房，特地上门帮妈求。哦，不知大官人看中哪一位姑娘啊？这个嘛，是不是米县官的白眉丹？那一定是小文我的岳无用。哎呀，我说老客，富春院里18位姑娘，你到底看中哪一位呀？妈妈，我要的就是他。啊，你看中真善良。哎呀，怎么舍不得？我可是肯出大价钱呀！出多少啊做10文银1000两。 ？1000两。1000两，就想挖在我的腰间时，哼！再加200两，怎么样？2000两。？1500，再多我也不要。好吧，看在老客份上，我神通感恩了。多谢妈妈，后市场多几人？银子拿来。来人，拿银子。是。请妈妈收下。大官人，你要照我的意思来对人。什么意思？来。好。姑娘，细心！哎呀，细心，姑娘细心。妈妈，什么细心？哎呀，真亏呀，高中状元啦！你说什么？你看，这是今年的书信啊！你看，看吧。是你弟弟书信，是你弟弟书信。苍天有眼，我与书情也于这一天。姑娘，应该高兴嘛！张员公啊，一派人来接你啦，轿子我还停在门口了呢。哎呀，姑娘你真是好福气哟！姑娘，到了今日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张员公面前啊，你要替妈妈多多美言几句啊！好了，姑娘不要哭了，妈帮你睡着啊！姑娘，你又要上来啊！姑娘，妈妈真舍不得你走呢。姑娘，上轿吧。来，姑娘，以后可不要忘记妈妈啊。妈妈，
你也要多多保重。哎，你也要保重啊！快去，快去！一路顺风，快快！哎，生来了，生来了！哎呀，老爷，生来了！啊，顶脚顶脚！娘，下脚吧，最好。娘，快上座。你是谁？他就是无罪府上张大官人啊！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姑娘，你已经买进我做第三王小妾了啊！你一派胡言！李凤鸣初登空，不走上人。花厅内思亲近，心人共情不容早离散，与女神醉。无人理得动，几里欢喜。快两条！姑苏人烟花女，真是善良。埋于那丈夫官为妻云，恰为我妻呀上离给婚姻。夜里见花花呀，难做真名。这人票分明是卖不官兵，200两举国顺水人情。想不到越早为官心肠人，他花花的名字不讲是登门，怪不得功名利禄风靡了世上多少，读书人风靡了世上多少，读书远方名飘心人啊吟，把本观台与人生。想当初父死父亲埋棺木，亲戚戚寒悲神痛去美生。
埋的名字，28娘火若分离，到如今想到此，心萌喜。我岂能随随回落无情灵？哎，我别想得那么多呢。苦尽回来的功名，与后土年年不忘一情病。祖国何必太拘谨，区区不顾28年，长期从良是好事，烟花女哪顾不想趁虎坑，屈子于道不为团，不上天理积公正，跟我皇冠上银人开销大，两姐姊妹无愧于心。来人，在，送往南门马队，传承3两。是。传承3两上道，传承3两上道。小女子陈3两，叩见大老爷。陈3两，是谁将你卖与长老来的？傅成元当家暴怒。既是如此，理当跟那府上前去。小女子不愿。出水从良，有何不好？真是不愿。小女子心怀怨苦，与下心禀告。用你将来。大老爷用兵。小女子出生是怀门，死于也曾多思亲。23岁家遭难，不应配天落风尘，一盘思想的明灭，我不愿归为下贱是成人，在院中因私埋是后尘，傻女子才得保险请他生，恨只恨保姆团才没良心，欲将我埋于府上做妻。大老他年龄其实是风
像那老卡虽然年近70，可他乃是湖州府上家财万贯。你到他家，穿不光的绫罗绸缎，吃不完的山珍海味，受享清福，有何不好呢？小女子人受清贫，不言所负。我个人为富春园人事满事，也不愿在那老卡却生为妻。胡说！你个人6岁为妻，岂不有为你父母养育之恩吗？小女子赛入风尘，恰为丧失廉耻。想那老卡依常在世，将我骗卖到此，我啥却忠于他，那在正是与为父母养育之恩呢？主罪！那老卡好意说你为良，真是骗卖。岂非骗卖，为我准我上堂。大胆！在本府堂前，你若追官抢罪，得用大刑死你。大老爷，你不分是非曲折，几次三番苦苦逼我在那府上前去，莫非你得了他的好处不成？一句话错进我心边，倒叫我红名情结。大胆上路关定罪，不是皇上不死心。来啊！将这女子杖罪！且慢，府上送我银票，无非是要本府将这女子端与他为妾，我是当这一个好歹。陈三娘，你去是不去？大老爷，为官者应当支持公堂，岂不可不势力枉法殉情？他堂上高挂着清廉公正，恰为我长官为妻立命。你不分朝怕将主子，你怕我跟在老毛做亲。老爷娘你受我心口想一想，世上财富归从亲。3年我啥事你亲姐姐，难道你也会买鸡为妻，不过寡所心？哼！大胆泼妇，报效公堂，什么本官，此晚了得！来啊！是，你给我站了起来！是。是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快点！哎呀！禀大老爷，小女子换尸过去了。送银是，送银。团官夫妻。永
人与一关情，天哪天啊！曾经无耻与公正谁来解去？谁求的郑三亮，你去日不去？谁说大老爷却赞小女子？谁是刚到家境，我也就不跟他前去。好一场理罪！堂上也有文件，写得明明白白，本官岂为却断了你？请问这文契上面可与我亲的话呀？无有。可与公平官印？这待本官该让官印。慢，这文契是苏州所写，要给也只能给苏州官印。你是浙江府镇，只怕你给不得官印。这个郑三亮，你再三不肯离开苏州，莫非在哪里还有什么瓜葛不成？别无瓜葛，与我的兄弟。哦，明白了。待本官去把你的兄弟抓来，与那府上一同进去，姐弟也可朝夕相见，你看是何？小女子的兄弟，谁怕你传他不同？无事。堂堂湖州知府衙门，难道传不动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吗？我那兄弟也是与功名的你。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有什么功名？大不了自个落地秀才吧。区区秀才，何足挂齿？我那兄弟的功名大得很哩。总不见得像我一样，是个二级进士，五品知府吧？我兄弟做的官比你还大，衙门比你还宽，机关比你还高。难道是金殿定价，长远切地不成？正是辛苦长远。啊！郑三亮，你那兄弟哪年中举，哪年为师，姓甚名谁？快快讲来！只有一言差错，难免深受大刑。大老爷，我兄弟家子年间总苦居，一曾年间大头名，连中3元的回首平庸百花眼中里，试问他是哪一个曾亏手是我兄弟名？错看他烟花样里下贱女，哪知他是长远之计，归切记。我知道凭空得来名儿大，恰不了名票今日杀我的根，我只得低声下气带笑评，免得那破天大浪无灵
一关谷宽手。是。来，请起。不对呀，我想那郑状元定是苏州城中的名门望族，岂肯让他姐姐落水为草？看来是我将他当劫了，他故意拿状元来吓我的吧？郑三娘，你那郑状元可是一母同胞？非也，莫非是堂表姐的？也不是。撤手！大胆陈三娘，你进库状元，一不是同胞手足，二不是说不记的，分明是心口无言，欺骗官府，这完了吧？我与下人非比。讲。陈奎他是雁门乞讨一孤儿，我也是扶上网络红尘，黄连苦做苦更深，我与他同是天涯人，恩罗神。三娘我随了孤儿进园门，烟花女亲自教导做先生，他是不分万事情公道，长夜苦读到天明，不问我7年教养非苦心，静静服侍总头明。听他说也，他不但是状元的恩基，而且是状元的恩师。我想这个女子有些学问也是真的，可她也教不出状元来呀，这话未必可信。郑三娘，你自称是陈状元的先生，不知你教他些什么？究竟是字字百家，教书法梅花篆体，梅花篆体不错。这梅花篆体我姐姐能写，难道他也能写？像我姐姐能双关奇术，不止他。陈三娘，本府要看你字写的时候，可会当堂写来？请老爷私下必言。来，去本王师报与他。是。请老爷再试一支样啊！再有一支，哦哟，小女子是有练习梅花篆体，是能上手提笔，上官其书。你能上手写字吗？再去打一支。是。那。小妾曾自闭曾老好，若才张官手，甚是伤身大
非你。想着天地之大，无奇不有。我既既上水人心，人家也能写的。是把野花女子凑人为知己，岂不落个笑话？有了，像我家常有立世之本，周易古今，外人不知，不妨分他一份。来人，哎，去到书房将本府的周易古今取来。是。姐姐，做了官一定要为百姓做好事。弟弟，你一定要争气呀！老爷，书拿来了。陈三亮，本府问你，周易古今，你可通晓吗？周易古今，刚才让我写梅花算题，事情欲问周易古今，莫非你？你怎么不回答？老爷，这官分了。已经落入四卦，第28卦后面怎样讲的？第28卦名为大鼓，利于欲望。是啊，苦养生子，老夫的少气，没有什么不利。老爷妄读经书，竟算断句不明。卦名大鼓，是是大大的过错。卦问老夫少妻，夫不利。夫是不应遇这样的事，不利是啥有此事，乃是大大的不吉利也。此事之见从何而来？小女子这种自见，与众不同，只此一家。你说的是哪一家的易经之本？祖传之本，历史易经，共有几卷？共有3卷。现在何处？交于秦地，如何标记？上于算文，何人所写？历史书籍，写的什么？先父遗训。退党。穷是青是水，家风做后的，一夜做儿女，今生永是爱。知知。亡命知知。团长斗上，儿不了，儿不了。不晓得请得我府内
方丈人，寻亲王法不为民，你得了二方丈人，倒因你死不良心，你得了二方丈人，弃养杀鱼，用大银瓶里领子风，不听说马青花好家事。为上不大，为官不正常，为青天下，为黎明的与我面目去见他死去的爹娘，我他的亲生知这知府后噻。知府大人，下官人这是我家老爷的名帖。巡安大人驾临梧州，糟了，糟了！这正好，姐姐，你到哪里去？我要告状去。啊，姐姐，姐姐！来马告状，你是何人？民女陈三娘。陈三娘，你叫什么？民女陈三娘。恩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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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起，快请起啊！你奉了金额，做了大官了。恩姬太上，请随小弟一拜。弟弟，快起来！恩姬，我已派人去苏州接你，你怎么到梧州来了？在这里当官司。梧州知府参见巡安大人。眼弟可与宁子借我几封。姐姐要您何用？可恨保我将我卖与长老来，我不愿前去。谁知梧州知府断章受贿，用银强逼我出身为妻。兄弟杀与宁子，送一些与这位老爷，免得姐姐再受苦矣。梧州知府可有此事？来呀！当到梧州府。可恼！为官做事太欺人，官长枉法滥用刑，我十三举笔不轻判。来呀！与我摘去他的乌纱，脱下他的官宝，与我拉下去当。姐姐救救我！姐姐救救我！退党！恩姬，他原来就是你失散多年的同胞兄弟李凤鸣吗？谁是同胞兄弟？听闻过分。
回儿娘，本里的理当下着别为民，我若从在公堂，我车里真神心，人过法是神灵，所谓重，所谓轻，做事有想意难平，不与成亏成泥。姐姐，你的奉命之事，你是何处置？李凤鸣团长谁会？人国法理当协助为民，只是姐姐的恩情，小弟未曾报答，小弟对不起姐姐了。不，叶帝，你做得对，为解决你三桩大事。姐姐，请讲。这第一章，他初登仕途变团长，岂能闻君才官场？你这法是三是公堂，下阵为民理应当。那儿为己太偏落红尘，卖身为妻去关心，千里关公送我身，但求你姐姐参胡肯。小弟一定遵命。那三人为己去你第三章，山南方7年相思心，一场。四境燕地发高官奏，为今我不图报答把佛香，一夜变成向东去，愿得风鸣返故乡，千乡亲归结从地设酒菜，自分明前途一血不关堂，3年来弟弟孤身不依靠，寄予归必能美我色桥梁，从今儿不依
西门。